请问，讲一个人有水晶目，是形容伊的眼神真恐怖，还是讲伊的表情真无辜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 Q 人哦，啊，有人哦，来哦，水晶目，水晶目，水晶吧，应该是吧，应该是无辜吧吧，应该是无辜吼。啊，我应该那是泪眼汪汪才是。哦对哦，水晶嘛，水晶目，应该是恐怖吗？感觉应该是比较恐怖。恐怖，对，好，啊，大家讲恐怖，安尼我就恐怖，真恐怖。好，确定哦。 好，来，咱来看来，伊的眼神真恐怖，对唔对？我也不是很确定。水晶吼，这个音啦吼，咱一般是用水甲晶拢白话音来讲啦。吼啊，水晶目哦，伫个教育部书店内底有甲咱解说啦吼，表示讲敢若会当真来吼，一目就会当看透你的心理的迄种形容安尼，所以你要讲恐怖嘛是会使。